最近温度真热热，苗栗、南投甲嘉义等所在拢传出讲有农民着山不幸过身。卫生福利部的统计，一个月到7月15，就因为热伤害就医的人数就有470个人哦。各件事嘛提醒农民做事就要特别注意，要做好保护，嘛要加啉一寡水。7月23就是立史节气的大暑，大暑前后几天通常是一冬内底上热的时阵。有科学家也指出，今年是10万年来上热的一年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到7月15为止，因为热伤害去确诊的就470人次，是去年同期1.6倍。医师也提醒，伫高温的环境做事，就要特别注意热伤害的镜头。痉挛、水肿，甚至就是没有办法呼吸，心跳正常，心跳即使变得很快，也没有办法呼吸正常啊，昏厥，到最后高温40度以上，那死亡率非常的高。各地陆续传出有农民着山死亡，有农民也分享要安怎预防热伤害。除了规身躯包甲安，随时补充水分，若分享确实着山要安怎处理。早一点工作，差不多8点左8、9点就休息了。下午差不多2点半以后再出去，做到晚一点。就说就是头壳小可红红的，紧转去啊，紧去回去就是先洗澡洗一洗，就是给医生看的。预防热伤害，各件事就提醒农民要做好防晒措施，加啉水，避免早起10点到下晡2点来做事，要注意家己身体的状况。记者柯家选郑俊佑台北报道。